大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的仁德打造着森林的灯花，228年假要来起鼓，啊，逐工拢会送出着1000趴的高压灯。伫仁德区的火山森林，因为环境清幽，是真侪在地乡亲伫遐散步，外地乡亲来遮翕相转开好所在。为了延续历年来在地特色灯花，今年继续伫火山国小后壁墙内来办浪漫的灯花。从去年第一次首度的办理的一个点亮成功的一个元宵灯节的活动，也得到相当大的一个回响，非常多的民众来参与。现场的设计是希望用在地元素，和乡亲有更加侪无同款的感受。这个灯会将伫2月27、2月28、3月7、1举行，打算逐工的活动会送1000拍的高压灯，现场也安排音乐的演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